国家人权博物馆伫4月7日言论自由日即天推出战后电影审查展览，带大家认捌过去电影是需要经过审查年代，也互大家知影讲这段历史是安怎影响到创作者。那这总行了吧？我求你们了，我拜托你们了，我跪下来求你们了。演出行动剧表现伫过去威权时期电影经过审查，创作者受到压迫的模样。伫过去电影审查的过程当中，政府认为无适当的部分，就会要求修改，也是直接加调。这个本片无修剪，这个事实说明是没有修剪影片，是完整版，但是它可能不好看。但是强调这5个字，就代表你看了台影片是不会有残缺的。七点人讲，亲像迄个时代台语电影，就受到真侪限制，譬如讲袂使拍共产主义、黑社会、甲做散开这款色彩的内容。迄个时代创作者就讲，台语电影是敢若会使拍演员摕手巾仔切目屎这种模式电影尔。雨夜花它是一个台湾第一部这个台语时装片哦。那上映之后呢，这个警务处就发现说，片中有女主角卖私烟被警察抓，然后送入狱的这个情节哦。当时这个警务处就说，民间记忆人心哦，难免触景生情，牵恶政府，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些片子调回来复检哦。国家人权博物馆伫4月7日言论自由日即天推出战后电影审查展览，一直等到12月中。望民众透过这摆展览，了解台湾电影的过去，知影这款审查制度是安怎伤害电影产业，而且打击艺术创作者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